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9月18，花莲台东大地震伤到铁路，这个代替火车花东的路段暂停来通车。这个花莲到凤林这段是伫个22号先来通车，凤林到玉里这段嘛已经修理好势，今仔日恢复通车。透早5点32分，第一班的火车为花莲来出发。这乡亲讲哦，进前玉里段也未通的时阵，因是先坐火车为花莲坐到凤林，再个转接送车到玉里。通勤的时间至少要加出半点钟，即卖总算等到玉里来通车咯，真欢喜。这声火车声对花莲玉里的在地人来讲，真正是久违啊！918台东地上的大地震，造成花莲台东代替的路段铁轨路变形六桥放弃。若要去花莲还是台东，拢要坐公车。22的时，花莲到凤林先通车，今仔日花莲到玉里嘛通啊。透早5点32分，为花莲到玉里的区间车出发。点半前后就会到玉里站，这个车长穿整齐制服，虽然讲天还未光，不过人客嘛真侪，今日伫花莲站都10个人客上车。每天坐30点，这个是很方便了哈。对呀，坐来坐30点。也是搭火车，也是搭火车，是到那个前一站。啊，到凤林站是不是？对，蛮不错的。乡亲表示讲，进前台铁还未通车的时，干那搬类火车，就是坐客运的到玉里，都要加半点外钟。总算等到台铁恢复通车，真欢喜。是讲目前因为玉里到富里的路段要伫抢修，若要往回这2个所在，嘛是要坐客运的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